这个活动内容不简单呢。穿古装的嘞。台中也有个碑林呢，台中科学馆那边呢也有碑林。颜真卿书，楷书。颜真卿呢，姓颜的呢，那会不会跟颜回有关系啊？我不知道。颜回复圣。
有那个手机程式哦，哦，古代书法名家的作品，有手机程式啊，可以找到那古代书法名家的作品。